國人同啲恐怖分子係 friend， 唔係，只不過中國向呢啲弱小嘅國家幾細都好，呢啲國家都抱住互相尊重、互相關心對方。其實中國人從來唔將自己嘅價值觀灌輸俾呢啲弱勢嘅政府、弱小嘅政府，都抱住互相尊重，所以呢啲弱小嘅國家對中國人係尊重嘅。今年美國同埋歐洲國家派飛機去炸利比亞，利比亞係咪一個利比亞政府？卡達菲係咪一個窮人呢？其實唔係，呢個好西化嘅。佢將自己喺爭取到石油資源之後呢，佢建設到自己嘅國家呢，整整有條。而家利比亞人民就覺得應該民主，西方成日將民主呢樣嘢講出嚟，話我要民主。其實民主呢樣嘢，我覺得有似中國嘅有個童話故事，叫《心打白骨精》。童真其實呢，就成日叫孫悟空唔好打白骨精。其實呢，民主就有如白骨精咁，咩人去睇？豬八怪睇佢梗係靚女啦，係咪？孫悟空睇佢，梗係話佢係女魔啦、邪惡嘅啦。童真呢，係一個咩人呢？童真就係和藹可親嘅信佛嘅人，所以凡事都有唔同嘅睇法，但係彼此尊重就好啦。嗱，好多國家嘅政治人物、政治既得利益者呢，只係為咗自己，將好似美國嘅總統布殊又好，克林頓又好，奧巴馬又好，佢哋都唔會送自己嘅兒女上去戰場去反抗。喺反抗戰爭犧牲嘅人係咩人呢？都係美國比較低下層嘅人，有啲係揾唔到工做嘅失業漢，結果去當兵就犧牲喺前線。其實美國人對英雄呢個描述係非常之好嘅，每一個出征去所謂佢哋嘅反恐戰爭又好，去邊度都好，佢哋呢都係整裝待發、裝備齊全。假使佢哋呢，佢哋喺外出邊犧牲受傷，特別犧牲咗嘅人翻嚟嘅時候，個個都冚住支星條旗，有專人將佢嘅遺體還翻佢國家，葬喺佢國家公墓，俾電視機旁邊嘅人一個錯覺，呢啲就係英雄，呢啲係受到國家咁禮遇。當呢啲表面上嘅睇到嘅嘢，當呢個遺體下葬之後，就煙消雲散。唉，實在看透世間事，幾好呢？嗱，而家我哋睇到呢個女人叫范徐麗泰。今日我要同佢改過一個名字，叫做香港女教母。我實在唔明白，佢成日咧又話要參加特首，參加就參加啦，冇所謂啦，冇話同英玲參加，佢就唔參加。又點解呢？我都唔明點解喎，佢啲咩心態啊？
唉，實際香港有邊一個人嚟做特首，我覺得都冇得大分別，因為香港呢啲做特首嘅人，實在我覺得佢哋真係冇乜性格。事關係一個冇性格嘅人，會做到啲咩出嚟呢？最好應該揾啲有性格，能夠照顧普通勞苦階層利益，又能夠照顧一啲商人嘅利益。其實香港有幾多好嘅價值觀，都係港英政府遺留落嚟嘅。其實只要呢啲當特首嘅人，呢啲政治人物，好好地去睇翻過去喺港英統治底下，佢哋嘅官員係點樣處理呢啲危機，處理呢啲民間嘅矛盾，咁其實就應該去睇到好多入邊嘅哲理。實在香港係一個好好嘅地方，唔係咁難。香港人係善良可愛有性格嘅，偏偏就遇着啲冇性格嘅特首，冇性格嘅領導人。唉，所以我希望未來一屆能夠揾到一個有性格嘅特首，配合翻有性格嘅香港居民，為香港居民爭取更大嘅利益。今日係911，亦都係2011年，亦都係美國911襲擊，令到佢2座大廈倒冧，世貿中心，美國嘅世貿中心。實際我都非常之同情呢個美國喺呢場襲擊之中嘅傷痛，但係當我去睇到有啲弱小嘅國家，佢啲人民喺呢啲所謂佢哋嘅反恐戰爭之中所犧牲，被佢哋嘅美軍所殺。實質上拉登都係美國訓練出嚟嘅，亦都係美國嘅朋友。實際上美國人應該好好去反思，點解佢個朋友要調轉槍頭嚟襲擊佢哋呢？其實只要美國人細心去諗，冇下下站在自己嘅立場、自己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，我相信應該佢都會諗得到。美國人喺呢次襲擊之後，佢哋又充滿咗悔恨。其實唔應該有悔恨，應該去諗下呢20幾個劫機者同一時間有同一個信念，可以將自己嘅生命置之度外，去發動呢次嘅911嘅襲擊。點解呢？點解呢？真係值得美國政府、美國嘅領導人去深思，亦都值得呢個世界上處於一個太平盛世底下嘅人去深思。我今日所講嘅到此為止，希望10年之後我同一時間會講翻同樣嘅嘢。我仲記得10年前嘅時候，整個911嘅襲擊，我當時係睇住電視機直播。當時嘅時候，我係同我啲朋友喺度食晚飯，喺深圳龍華鎮一個朋友嘅小餐廳入邊食飯。10年之後，我嘅朋友嘅餐廳已經結束咗，但係龍華呢就依然咁繁榮，地鐵亦都通到龍華。喺呢度，我喺謹此祝賀呢個世界和平有愛。再見，10年後再見，拜拜。